来，今仔要带大家参与的是屏东县万金村的天主教万金圣母游行活动。这项庆典目前是去予屏东县政府登录做民俗文化活动。若是万金圣母圣殿是去予屏东县政府指定做县定古迹，所以来一座万金村会使感受到满满的宗教文化。即摆咱就对着咱的主持人姚仁做伙来到万金村。咱即马来到的呢是屏东万峦乡的万金村，相信大家拢有听过万金的圣母游行。哇，你看即马外口拢摆甲呢，就有气氛啦。这个万金教堂哦，这是全台湾天主教哦一个最有代表性的教堂。咱台湾哦会当看到足侪族群，甚至是无同的宗教，互相包容，甚至是伫咧同一片土地徛起。每一年呢，12月初8就是主保瞻礼日。伫万金教堂遮，拢会举办一个足盛大的圣母游行。咱即马哦，刚好拄着，伊要把这个圣母桥请出来，互大家瞻仰。咱进来甲看卖者。有啊，有吗？好来，接过来，回头前，搁行。这间哦超过150栋的教堂。那是屏东县县定古迹，而且哦，万金圣母游行，嘛是去用登录做县定游行文化资产哦。每一摆游行的前一天哦，教会拢会甲圣母桥跟来到圣殿的外口互瞻仰。但是你敢知影为什么安尼做呢？是因为是明天要游行啊，所以今天晚上的礼仪是伫外口才做。因为迄个人就拢紧陆续紧转来紧入来，所以人会介济空间就无法度遐尔方便哦。咱的教友搁含外口来的迄个外宾参与所以就用伫外口遮。一个徛看对中无，看对大门无。来，1、2、3号关。遮每一个人哦，伫咧当年的这个时阵，拢会转来到万金，可见讲哦，这个游行伫咧万金人的心目中，真正是有一个足重要的地位。但是你敢知影，这个活动演变到今哦，其实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啊。伫咧西元1860年代，西班牙郭德纲神父伫咧打到上华起了第一间天主堂。尾仔呢是为着要传教，才来到万金这个所在。因来到这个所在了后，就开始买地起教堂，成立教会，为着哦，就是要利用这宗教的力量来改善这老百姓的生活。所以你来到这个所在吼，你会发现讲哇，规个庄头内底吼，大部分拢是天主教教友啊。无怪哦，每一年到游行的时阵，大家拢赶倒转来，感觉过年同款。因即马把这个圣母像请出来哦，就是要来互大家瞻仰，来准备迎接的这个圣母之夜。咱看到这个圣母的圣桥，规个桥吼是足礼道、足气派，一个哥德式的风格。而且哦，你看到这很繁杂的这款的砖塔加这个线条，你看，亲像内底这个穹顶嘛是，这个穹顶会当互内底规个是足开阔、足悬的。咱过来吼，来看到这个规个建筑的形式哦，号做是巴西利卡。这个巴西利卡建筑的形式，上早是对这个古罗马时期开始的。咱看到这个圣母圣殿较无共的就是，头前哦，咱会当看到2个角塔，这北边的角塔。甲南边的角塔，即马南边的角塔吼，看到一个欧洲式的钟塔，而且这个钟塔的这个线条是非常这种欧洲的这种建筑的线条。咱为顶端看落来，会当看到这个万蓝色哦，这个马背，咱就会感受到哦，就是讲这个天主教甲在地哦，甲这个地方文化结合的一种结果。搁较下面是教宗的墓碑，因为伫咧1984年的时阵，去玉皇保罗二世去册封，号做是这个。万金圣母圣殿，表示讲这间圣殿哦，唔单单是一间教堂尔，这是直接历史哦梵蒂冈来所管理的。这伫咧天主教内底地位是足悬，嘛伫咧台湾哦是足有代表性的。上特别哦，就是伫咧大门顶悬的2块石牌，写着奉旨甲天主堂。这2块石遐呢是伫咧1874年的时阵，辛波经哦替当地皇帝御令来所刻的。咱会当代表讲哦，迄阵这间教堂是足受到官府还有地方的注重的。而且哦，甲大家讲者，
咱即马看到这个圣母桥哦，其实是第二代新的圣母桥，这是后尾才重新制作的。啊，上早旧的圣母桥伫咧倒位呢？就伫咧边仔即个井塔内底，咱来看下先。老师，我头拄仔伫咧外口看迄个新的即个圣母桥，哇，规个是刻甲安尼足好看，足气派。啊，咱入来内底看到这是旧的即个。会当讲是较早的圣母桥，是。拄开始的时阵是啥物人来刻的？请福州迄边的师傅，专门在做桥的师傅来刻这个桥。啊，这是用哥德式的方式。哥德式最大的特色就是尖头。是。天主教伫万金这个所在传教100几栋啊。啊，目前因为这已经安那年久啊，所以就无搁再用这个去游行啊。安尼咱入内底看卖。好，来。这是一个巴西利卡形式的这种教堂，左右各有6支条啊，所以就12支嘛哈。是。有人讲这是代表耶稣有12个门徒，也是讲耶稣是犹太人，所以犹太人有12个支派，12个支派。所以有这种的艺术伫内底啦，吼。这间万金神殿哦，是足特别的，就是讲，哪敢若看到这个西方的砖塔尔，看到足侪中式的建筑的这个砖塔伫内底。是。即马天色哦，渐渐暗落来啊，行路顶悬的电火也点起来啊。真侪外地来的民众哦，甚至是在地教育家庭，拢会带厝内士大也是小朋友，做伙来参与这个圣母节啊。其实，这天主教万金圣母游行会去予屏东县政府登录做民俗文化活动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。这项民俗活动和地方的发展，会使讲是互相依靠，但是和别个地区或者是宗教庆祝的方式有真大的无同款。所以这项民俗庆典伫咧台湾才会遐尔重要。伫圣母游行前一暝圣母节啊，大家拢定伫遮祈祷，甲要对圣母讲的话，声声句句讲互伊听，感谢伊对咱的祝福。在你即马伫咧圣体降福这个仪式了后，大家即马就准备咧来领圣体。啊，这个圣体的意思呢，就是用这个饼，用面粉所做的饼。啊，本来呢是一个饼尔，但是一个圣体降福的仪式了后，伊就会因为这个神父的祝福，变作是圣体，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。啊，因为耶稣代替世人去受难。啊，咱甲这个圣体食落去了后，就代表耶稣已经为咱受难啦。啊，这嘛是一种祝福，互耶稣的这个祝福传达互现场每一个人。咱即摆呢，伫咧外口，麦当看到真侪人伫遮咧排队，啊有2-3位神父坐伫咧遮，啊接受大家告解。啊，普通时呢，这个告解拢是伫咧教堂内底所进行。啊，但是今仔日大家拢知影，这是一个足盛大的仪式，所以把这个告解刷来外口，接受神父的这个祝福。请问这个过程就是说跟神父去讲我最近发生的事情，开心的、不开心的，然后神父最后给我一个祝福，这样。对对，神父会给你一个祝福，然后会给你一个建议，然后我们也想就是接着圣母的游行。圣母是一个好像一个桥梁，然后我们借着圣母，我们更深入服务。
即马看到穿蓝色的衫的，拢是等的叫班。哦，规个就用牙就好。来，大家挥个手。班长，咱即马斗这是啥物？迄个做桥庄，叫庄，嘿，桥庄，后人讲羹啊，羹啊，啊大鸡个做龙啊，龙啊，嘿，啊这个做桥庄，叫庄。我干嘛安尼收管？没嘛吼，没。哦，大哦。哦，我。会无？会咯，真正有当。你有第一组、第二组，就说安怎去分配？阮多嘿，要互伊平均嘿，平均啊，伊甲袂上班啊，无当量会走去悬的啊。啊，这换一组是换佫换一摆换。算远大啊，嘿，伊的距离，你若看，若脚步行较紧，就是例外会袂堪嘞；脚步改慢，就是代表迄改会堪嘞。哦，脚步若改紧，就是要较紧降哦，迄个距离降哦，脚步要是换。哦。哇，这个信武桥真正是有寡重量呢，需要大家轮流斗3工，才有法度来甲规个万金川洗一日。脚步放慢，脚步放慢哦，脚步放慢，嘿，脚步放慢。过去我对信武游行的了解，大家拢是为册本啊，还是资料顶悬读到的较济，毋捌亲身来体会过。也毋过即摆来参加了后，看到全台湾各地的信众，哇，大家拢因为信武来斗阵做伙，这真正是互我感受到宗教内底迄个爱的力量。所以我感觉讲，这其实毋但是一个宗教游行，搁较像一个文化盛会。盛会内底每一个人大家拢是足热情，嘛足虔诚的。圣母的祝福，嘛因为这个活动传去到搁较远的所在。以后假使若有机会，欢迎大家来到万金参加这个特别的活动，做伙来感受一下圣母的温暖。这嘛会当可见讲圣母游行的这项传统，这侪年来大家是足有心爱家己好好保留落来。我们是一家人，一场在耶稣里。好，我们让一下，谢谢。注意安全哦，往两旁退哦，往两旁退。欢迎你们回来，辛苦了。大家详细看哦，在游行的最后，圣母桥要转到圣殿的时阵，桥班拢会甲圣母桥扛过头，代表对圣母的尊重，同时嘛代表着一年一摆的圣母游行活动圆满结束啊！等下呢，圣母就会转去到圣殿内底啊。假使大家若有机会请一定爱亲自来这个万金圣母圣殿，家己来感受一下圣母的温暖。台湾路以后，带你熟悉更加多元的台湾。